Hello， 歡迎大家返嚟 Rehealthia。再次多謝大家幫我突破咗2萬訂閱。其實咧去到今日咧已經超過23000訂閱噶啦。雖然呢個數字咧就唔係話好誇張，但係咧要凝聚一班真心想健康啦，想改變自己生活習慣，亦都對科學有興趣嘅人咧，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嘅。所以咧真係好多謝咁多位。之前應承咗大家會做一集 Q&A 回應翻大家嘅問題，咁平時咧我都會喺留言區度答問題嘅。不過咧我就發現其實有好多問題咧都係值得攞出嚟同大家再深入啲咁講，同埋咧分享俾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好啦，我就用呢一集啦回應翻過去1個月網友所問嘅問題。OK， 就有網友問我由62kg 減去52kg 係用咗幾耐時間？嗱，其實通常我都係好怕就咁好簡單咁俾個時間出嚟，因為好多朋友咧去減肥咧係好心急嘅。咁但係我只可以咁講啊，其實越減得慢呢，個反彈嘅機會咧係越低嘅。嗱，好老實講啦，我嘅故事咧就係之前都有分享過好多次噶啦。咁我本身咧就係62kg啦。如果以我身高164cm，我個 BMI 當時咧就係已經啱啱踏入咗 overweight 嗰個水平噶啦。不過咧當時唔係諗住減肥，只係因為我覺得已經係坐到腰痛啦，我需要做翻一啲伸展運動，起碼我嘅生活會比較愉快啲，繼續可以 keep 住我嘅工作同埋人生先啦。咁但係跟住咧慢慢咧我就亦都開始注意下自己嘅飲食咯，直至去到覺得點解啲衫好似鬆咗咁樣，咁我先至走去磅重嘅啫。咁起初以為係一啲虛火，但係好奇心之下啦，咁就開始製造少少能量缺口落去。咁一路咧，點知真係減到喎，大概係半年度咧，就去到差唔多接近係55、56kg。咁我印象中咧，其實中間係有一段時間咧係好平台期嘅。咁去到55kg咧，其實個體重咧都係停咗喺度嘅。咁我以為咁應該踏入翻嗰個正常嘅 BMI 範圍，咁身體就自然會平衡咗，減唔到噶啦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食開半年咁健康嘅飲食都覺得幾舒服啊。做瑜伽亦都好享受。咁我只係繼續 keep 住做呢件事，咁我就覺得應該唔會再減到落去。但係點知大概呢過咗2個月度啦。我嘅體重突然間有一朝再磅嘅時候呢，係突然間再低咗落去。原來過去嗰2個月又係一個平台期嚟嘅。原來平台期係可以咁耐，到最後呢，就慢慢咁樣啦，好似又經歷多一次平台期。總之呢，越減得低嘅時候呢，呢個平台期係會越嚟越密，差唔多呢係平台期多過我嘅減肥期嘅。咁到最後咧，大概好似係接近1年啦，我就減到去52kg。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比較偏低嘅水平，我就唔想再減落去。跟住就慢慢再用多2個月嘅時間去收細翻個能量缺口。不過咧，啱啱減完食咧，真係要計清楚你嘅能量所需係會低咗嘅。你要用低咗嗰個去做一個評估，咁同埋咧。最好嗰段時間收細能量缺口之後咧，都最好 keep 一個大概100卡路里嘅能量缺口，咁咧你就會比較 flexible 一啲啦。萬一食多咗都冇咁怕。咁所以成件事咧，我就係用咗1年時間嘅。咁有啲朋友咧，或者我以前咧都試過喺短時間之內咧去減5kg，但係咧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咧就係反彈得好快。其實越長時間慢慢減落去，個身體都唔知道原來你係減咗肥，咁樣呢，你先至可以喺呢個低體重呢 keep 得耐，冇咁容易反彈，亦都係我哋 Rehealthia 呢個台一直推崇嘅一個減肥嘅價值觀。跟住有網友就話呢，喺我長斷食嘅期間啦，以為淨係飲水，其實呢係有飲黑咖啡，咁都冇咁辛苦。其實呢，黑咖啡呢係非常接近0卡路里，不過記住係唔加奶、唔加糖嘅版本。咁基本上呢，就唔會刺激到胰島素，亦都唔會打破咗個斷食嘅。但如果長時間唔食嘢、飲水，當然係最基本一定要做嘅嘢啦。
咁另外就係適量嘅黑咖啡啦、清茶同埋一啲電解質嘅水或者係鹽水咧，都可以咧幫助到大家穩定咁過渡到呢一個斷食，唔會咁攰同埋辛苦。嗱，不過咧記住黑咖啡唔可以飲得太多，因為咧佢係去水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時都係飲開一兩杯嘅啫，斷食期間都係 keep 翻一杯起兩杯止就 OK 啦。嗱，呢位網友咧就話日本嘅七仔咧真係好好，而香港嘅選擇咧就比較少，亦都比較難揾到一啲健康嘅選擇啦。咁呢個我都認同嘅。主持人係咪喺外國住？咁我係嘅，我而家就係喺多倫多，未來有可能會返香港，暫時未定。不過現時咧就係多倫多呢一邊啦。咁我食炸雞咧就係會唔會將所有嘅皮去掉咧？呢一條問題咧，其實係咪 trap 我嘅咧？咁其實咧，我係有食炸雞嘅，因為咧呢度有一間叫做 Pub 派嘅炸雞店咧，我就係覺得超好味。屋企人咧亦都係中意食嘅，咁我哋就約定咧，逢星期四嘅夜晚個餐咧就會去買炸雞食噶啦。咁通常我就會食一件雞上地啦，再加一隻雞腿啦。雞腿咧應該冇香港麥當勞嗰隻咁大嘅，不過咧呢一餐就肯定係唔健康噶啦。不過記住80-20嘅減肥飲食模式就已經可以噶啦。咁至於係咪會搣晒啲皮呢？其實我都未必會搣晒啲皮嘅。當然你話搣咗啲皮呢係會減低一啲卡路里，呢個絕對係嘅。但係記住雞肉呢，其實喺炸嘅期間呢已經吸收晒好多油分喺入面噶啦。搣咗陣皮其實呢唔係幫助好大嘅啫，唔好諗住搣咗陣皮就可以日日食啦，會出事嘅。一個星期食一次咯，咁可以好似我咁逢星期四夜晚先至食一次咯。長斷食2-3日過胃係咪真係會掂？驚唔驚胃痛或者係腸胃炎發作？講緊呢，食翻嘢嘅時候，好啦，第一部分如果斷食嘅時候發覺個胃真係好唔舒服呢，就唔好繼續落去啦。嗱，不過呢，就算喺斷食期間或者平時呢，本身都係冇特別嘅腸胃炎啊或者胃部不適嘅話呢，即係好似我呢啲啦，喺完成斷食之後恢復飲食都唔好掉以輕心。食嘅嘢一定要盡量以流質啦或者係半固體為主。喺我48小時斷食嗰條片呢，就講得好清楚應該食啲乜嘢噶啦。咁如果大家係有睇我早期少少，大概係大半年前到啦，72小時斷食嗰條片呢，咁我服食嗰啲嘢呢，就係一啲好差嘅例子。我食完之後呢，真係覺得個胃揞住同埋有啲痛。總之一定要考慮到你嘅腸胃已經休息咗2-3日，完全冇做嘢，你要慢慢撻翻着佢，都要細心啲，俾一啲流質半固體嘅食物俾佢。好啦，咁有網友呢就問長期嘅168間歇性斷食呢，同埋就係長斷食，例如係36個鐘、48或者係72小時，咁對於減肥嚟講，邊一種先至係有最高嘅效率？呢個問題呢都本身唔係容易答，因為呢每個人嘅體質真係唔同。我自己呢真係試過168 2個月，係完全冇效果。但係呢亦都有網友話佢哋靠168瘦咗好多。咁同時呢，亦都有一啲網友呢好似我咁試過168，但係冇乜效果嘅。咁所以呢，除咗因人而異呢4個字之外呢，咁我諗個重點呢都係睇翻你每日有冇能量缺口。嗱，無論一日係食3餐或者係2餐，同埋幾多點食，最重要嘅關鍵呢就係你有冇俾一個能量缺口自己。呢個先至係唯一能夠令到身體可以減肥嘅原因。嗱，當然啦，呢個能量缺口你可以靠食少啲或者係做多啲運動嘅。嗱，至於48小時，淨抑或係72小時嘅長斷食呢？嗱，其實我自己呢並唔係因為減肥而去做嘅，而
而係想調節翻近排變得大咗嘅胃口。咁我試完48小時斷食之後啦，到而家其實已經係2個星期啦。咁我嘅胃口呢，真係收細咗，食少少嘢呢，都已經係好似好飽咁樣。但好多時呢，我見有一啲朋友呢，係會成日都覺得肚餓，其實佢哋並唔係真係需要咁多食物，而係佢哋長期食好多嘢，結果呢個胃口呢真係變得大咗，稍為冇咗一啲食物嘅話呢，佢哋都會覺得係囉囉攣，同埋呢覺得好肚餓，要食一啲嘢。咁長斷食呢，就又收細翻胃口呢一個作用啦。如果大家呢個腸胃可能係唔適合長斷食啦，或者即係都係有少少驚嘅話呢，其實未必需要做呢一樣嘢嘅。我建議可以揾一個週末或者請2-3日假留喺屋企。咁我2-3日呢，就食得清啲同埋少啲，例如係食一啲有肉嘅粥啊，或者一個細嘅米粉。總之3大營養素都係要均衡，只不過將個體積減細去。咁連續呢2-3日呢，都係清清淡淡咁樣食嘅話，同埋注意嘅份量，去到第4日呢，呢個胃口就會自然收細咗噶啦，唔需要靠極端嘅斷食都可以做到類似嘅效果。其實上次嘅影片亦都有分享，喺科學上斷食去到24小時呢，細胞自噬，即係自我修復嗰個運作呢，就會比平時提升3倍，然之後去到第48小時就會去到一個高峰，之後呢就會慢慢回落翻。咁所以呢，其實唔一定要捱到去72小時，唔需要夾硬嚟，量力而為就可以噶啦。咁最近呢，都多咗網友分享，就係放輕鬆嘅生活呢，其實係對減肥絕對有作用。亦都多謝網友欣賞我嘅影片啦，咁樣樣都係好仔細，咁的確真係花咗唔少時間嘅，亦都將以往唔明嘅嘢呢，同埋經常聽到嘅嘢呢，就係去解釋得好清楚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借呢個台嘅目的啦，希望將一啲好似好深奧嘅科學去解釋俾大家知，大家應用到係有用。咁呢個就係我不嬲最中意做嘅嘢。咁多謝你哋留言表示欣賞，我會繼續努力。好啦，呢位網友每日行60分鐘，晚上呢再做大概接近半個鐘嘅瑜伽啦。晚上7點之後呢，就盡量唔食噶啦，一年減咗30磅。咁呢一年就係繼續堅持步行60分鐘，一樣係做瑜伽，一樣嘅飲食，但係體重就冇下降到，仍然有肚腩。BMI 停留咗喺25，咁我可以點樣去增加運動先至可以減到體脂呢？嗱，首先係恭喜你，其實一年減去30磅呢，一啲都唔容易，同埋呢一直堅持每日步行同埋做瑜伽係超讚嘅，呢個係。咁我肚腩仲喺度，咁我就有幾個方向呢去建議你去諗一諗啦。第一呢，就係你話你嘅飲食冇變啦，但係你嘅身體變咗喎，咁你而家嘅基礎代謝率啦，同埋每日嘅能量所需呢，照計係會細過你以前未減肥嘅時候噶。咁可能呢，你而家嘅食量呢，係已經係平衡咗你嘅能量所需，即係呢已經冇能量缺口啦。咁所以呢，你重新用你新嘅體重再計得清楚一次，究竟你嘅 BMR 啊、TDEE 啊嗰扎嘢究竟係幾多，而自己而家係食咗幾多，又冇能量缺口，冇能量缺口就減唔到肥噶啦。第二，如果你想再減體脂嘅話，尤其是係針對肚腩，我建議咧，你可以將一啲時間咧換嚟去做一啲阻力訓練，同埋一啲肌肉嘅訓練，唔需要一定要去做 gym， 你可以買啞鈴翻屋企啦，甚至乎唔用啞鈴嘅，你可以用自身嘅體重去做一啲叫做 body weight training 啦，或者用嗰啲橡筋帶去做阻力訓練啦 ，band training 啦，你可以用呢啲字眼喺 YouTube 度搜尋翻呢一類運動嘅教學影片啦。咁呢個嘅好處呢，就係令到你嘅身體都有一啲新嘅刺激，因為你講過啦，你 keep 住步行同埋瑜伽呢，都超過一段時間啦。
咁所以呢，你嘅身體呢，可能都需要有一啲新嘅刺激去提升翻個新陳代謝噶。咁最後呢，都提醒翻一句啦，其實你嘅 BMI 呢已經去到25啦，其實呢已經唔算肥噶啦。咁因為亦都睇翻你本身嘅高度啦，你嘅骨架可能係比較重啊、大啊咁樣嘅時候呢，其實25呢可能對你嚟講呢都已經係一個標準。所以呢，喺呢個時候，你可以問下自己，係咪想再減落去，定抑或係專注喺修靚自己嘅線條啦？好似頭先講，去做一啲阻力嘅訓練，強化翻個核心肌群。你可以試下呢上述嘅考慮點啦，試過可以再翻嚟呢 update 翻我哋。OK， 點解唔食早餐嘅學生成績會比有食早餐嘅信息？咁梗係啦，你都食唔飽，點做嘢呢？但係運動員嘅認知能力就提升咗，呢個我都要睇下有冇研究係講呢一方面先。另外就係有網友話我把聲好好聽，多謝你先。跟住呢就有網友話到現在都冇聽到重點來，咁聽多次啦。好啦，有網友就問關於我今次嘅48小時斷食有冇生酮？好啦，咁呢個問題呢就係好專業喎，講緊就係酮體嘅產生。咁其實一般嚟講啦，唔食嘢之後，當我哋嘅血糖用晒，然之後連肝入面嘅肝糖都用埋嘅話呢，就會開始啟動生酮嗰個嘅運作噶啦。只不過佢唔係一撻就着，佢都要 take 少少時間去着咁解。咁所以呢，應該去到啱啱第24小時之前呢，就開始係生酮嘅全面啟動嚟噶啦。咁所以今次48小時當然亦都會有一半時間係喺度生酮緊咯。咁同埋我喺影片度都有講過，咪話我第2晚瞓覺嘅時候呢，覺得雙腿呢好似沉咗落個床褥度咁啦。形容得貼切少少呢，就係啲肌肉呢放得好鬆咁樣咯。另外就係一啲生酮嘅反應啦，例如就係會口乾啦，同埋個精神狀態啦。因為始終係一個未適應到呢個狀態呢，就會雖然係清醒，但係清醒得嚟呢，係會有一啲好似靈魂出竅、好抽離嘅感覺嘅。咁喺呢個時候呢，就應該係進入咗生酮嘅狀態噶啦。咁不過呢，當然我唔係為咗生酮而去做呢個長斷食啦。同埋咧喺斷食裏面呢，亦都會好自然咁樣發生，唔需要太擔心。咁身體呢，就係會自己咧適應到噶啦。另外呢位網友呢，佢就亦都話，唔好意思係3日前嘅留言，我而家先睇到，原來佢已經開始咗斷食啦。咁應該我相信而家應該完咗啦。有咩特別嘅感覺？歡迎你隨時翻嚟呢條 thread 度咧更新一下。希望你一切順利，同埋小心服食嗰一部分。好多謝網友嘅留言鼓勵。另外就係呢位網友呢，佢就提到佢嘅體重呢，就已經係停滯咗幾年噶啦。咁之前呢，其實又係不停咁減，又肥，肥完又減咁樣啦。咁呢個呢，都係好似我嘅寫照啊！每一次呢，都係肥翻原先嘅重量，減25磅呢，就肥40磅，咦，咁似乎係超過咗。咁最近呢，就狂煲我嘅影片啦，多謝你。咁就知道翻一啲正確嘅減肥知識，咁按照翻我建議嘅方法去做啦，反而呢，係可以跟到，同埋呢，唔需要俾自己太 harsh 嘅。咁呢個真係，其實我哋嘅生活已經係好 harsh 啦。如果連享受一啲健康嘅食物或者去做運動都要咁 harsh 嘅話呢，其實就個心情呢係好難平衡，寧願減慢啲，去幫自己平靜多啲嘅情緒，喺健康嘅方式當中揾一啲唔好咁悶嘅，揾一啲係自己中意嘅健康食物。但係佢都好犀利，5日減咗2 kg，雖然係一個大基數啦，咁就唔使客氣。其實幫到大家呢，我係非常之開心。呢位網友就話日本人做到好多甜嘅日本手信同埋零食，輸出去外國，咁咧就食肥晒身邊國家嘅人，自己就顯得更瘦。始終我哋都係自願性質去買嘅啫。OK，多謝晒啲深深嘅讚賞啊！
其實你哋嘅留言啦，無論係文字或者係 emoji，其實都係我去製作影片嘅動力。咁我會更加努力去揾多啲堅料同大家分享。OK，斷食我係用邊一種鹽嘅？其實我嗰啱鹽係喺超市度買嘅，咁佢叫做海鹽，我就信佢真係海鹽咯。其實都係想要少少啲礦物質啊咁樣嘅啫。好似個影片都有影到一張相，咁同埋呢，將鹽放喺咖啡度呢，又幾好飲嘅。我覺得佢好似可以平衡到咖啡本身嗰種苦澀味咯。喺斷食裏面呢，鹽嘅分量建議每日唔好超過半茶匙。好，有網友呢就問到長斷食同埋節食係有咩分別？嗱，其實咧係爭好遠嘅。所謂節食呢，就係通常係指每日食得好少，長期每一日都處於一個好大嘅能量缺口，咁理論上呢係可以減到肥嘅，但係呢現實就係會變得好冇營養啦，個人易攰啦，易餓啦，亦都呢係好容易放棄。有啲人呢係長年累月咁樣做嘅，咁身體呢就會開始關閉一啲同生存冇關嘅功能，例如會刪掉你嘅生育能力啦，同埋會甩頭髮啦，同埋成日攰啊咁樣。咁而另一邊廂呢，長斷食雖然個名叫做長斷食啦，但係通常維持嘅時間呢都係相對地係好短，例如係2-3日。咁喺呢段時間啦，有部分嘅脂肪就會轉化成為能量啦。而最主要最大嘅分別就係細胞自噬，即係自我修復嗰個嘅運作。而呢個細胞自我修復呢，其實成個過程呢都係2-3日到嘅啫。咁完成咗之後呢，就可以慢慢復食，唔係需要長年累月咁樣去捱餓嘅。咁所以呢個名叫長斷食，但係其實佢只係維持2-3日到。目的係重啟身體，咁而節食呢，就係每日慢慢消耗自己啊。咁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呢，節食對健康嘅傷害呢係好大嘅。依頭香係咪真係頭炷香？我都諗咗一陣。多謝你嘅供奉啊！好啦，就有網友提翻呢，之前有一條片呢，就係分享一篇文章，就係講168。或者係隔日斷食呢一種我哋叫做間歇性斷食啦，係會影響毛髮嘅生長。咁呢個係就嗰個研究嘅發現啦。咁係咪長期咁樣做先至會有影響？咁係嘅，長期嘅意思就係幾個月啊，甚至乎係長年累月啦。當然啦，未必會喺每一個人嘅身上都發生。如果好想試168嘅朋友，或者任何飲食模式嘅朋友都要多啲留意身體嘅反應。咁另外佢就問，咁樣嘅一次性嘅48小時斷食又會有啲咩副作用呢？嗱，首先我自己我就睇唔到有咩特別嘅副作用。其他嘅朋友身上啦，有可能佢哋個腸胃會唔適應啦，就要睇翻自己個人嘅身體特性啦。又或者如果有啲朋友佢曾經試過血糖低而暈低嘅呢，就我都唔建議去試啦，因為血糖一定係會低嘅。但係無論如何，如果有興趣試嘅，我覺得可以循序漸進，同埋呢多啲留意自己嘅身體會唔會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啊，咁樣預備一啲食物唔舒服嘅唔好勉強，可以慢慢食翻一啲我介紹嘅一啲服食嘅食物。好啦。我同大家咧總係會心靈相通嘅，就係我都預咗有網友會問我，你斷食48小時吃咗幾多啊？同埋就係之後有冇反彈？嗱，好老實說話，嗰幾日呢，我根本係冇磅過重，而我喺影片度呢，亦都刻意呢唔去提關於重量。因為我長斷食嘅原因喺影片度都講咗，頭先亦都講咗，一個長斷食啦，2日或者3日都好啦。其實喺減肥嚟講，最主要嘅功用呢，就唔係話因為你嗰幾日食少咗幾多卡路里，跟住減咗幾多磅，而係斷食之後嗰個食量呢，係可以控制得好啲，會變得冇咁為食咯。我可以咁講呢，就係長斷食係可以幫助我哋醫治一種病，呢一種病叫做為食病。咁冇咗為食病，你話之後減肥係咪順利好多呢？好啦，有網友呢就
提翻話唔好俾自己個身體知道自己喺度減肥。呢個說話咧，好似係嚟自英文嘅，大家可以搜尋下。其實係一個營養師朋友話俾我知，即係一直記到而家，同埋沿用到而家。好啦，啱講完168啦，咁亦都有網友反映，做咗168幾年呢，頭髮的確係減少咗。呢個係網友自己嘅觀察啦。脫髮亦都可能係有好多原因嘅。留言區度大家都係一個善意嘅分享，俾大家參考一下。好啦，有網友就問，斷食之後可唔可以用無糖嘅希臘乳酪作為一個服食嘅食品？係可以嘅，不過要肯定你本身嘅腸胃對乳糖係唔會有太大嘅反應。始終乳酪係好方便啦，好老實講，你可以食2斤、3斤睇下係會點樣先咯。逐啲咧就肯定冇壞嘅。多謝網友嘅留言同埋咧鼓勵。呢位網友就話咧，曾經試過生酮飲食啦，1個月之後就立即停咗。咁停咗之後咧，嗰個脫髮都好嚴重。其實生酮飲食咧，我都曾經有諗過咧，好唔好試下？其實係純粹學術研究咯。不過我又驚真係對嗰個身體咧好大影響。仲有就係唔食 carbohydrates 咧，大家可以想象到每日嘅飲食咧係會受到好多嘅限制，會變得單調啲嘅，所以我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啦。網友就話咧，復食之後會準備呢個牛骨湯，我相信係。其實我都有諗過，其實好多人都係建議呢一樣嘢，不過實在因為斷食期間呢已經係即係有啲攰啦，好老實講，尤其是後期嗰陣時啦。咁所以呢，如果仲要我煲湯嘅話呢，我就唔係好頂得順。能夠蒸水蛋都已經好叻噶啦。咁但係骨湯係好多人都建議一個服食嘅食物嚟嘅。有網友好中意冥想啦，亦都係好中意瑜伽。我覺得喺減肥方面咧，瑜伽嘅動作當然係可以 train up 我哋一啲 muscle 啊。一個半帶氧亦都係好似阻力訓練嘅運動啦。係瑜伽係一樣好特別嘅嘢啦。其實我起初咧中意練瑜伽咧，有少少係因為我覺得佢啲動作都幾優美咁樣啦，咁我就即係幾中意啦。同埋我覺得着瑜伽衫都幾靚咯，即係人哋着得好靚啊。仲有就係瑜伽嘅音樂咧，係可以令我真係好放鬆咯。其實要識得放鬆咧係唔容易嘅。同埋放鬆咗之後咧，你身體所有嘅荷爾蒙咧都比較正常啲，對減肥係好有幫助。我唔知大家身邊有冇朋友咧，其實佢好似係食得好少或者食得好正常，但係佢都係好肥。你留意下，可能佢嘅心情咧係比較緊張，情緒比較易動盪上落嗰一種。荷爾蒙一亂咧，就係做乜都減唔到肥噶啦。亦都有營養師朋友同我分享，如果有一啲客人佢之前係食咗減肥藥唔 work， 跟住再嚟睇營養師嘅話呢，佢都唔會接呢個客人嘅，因為食完減肥藥呢，啲荷爾蒙真係會亂七八糟，基本上係需要大概係半年嘅時間呢，先至可以平復翻落嚟。否則呢，如果太短時間幫佢減肥呢，其實佢做咩都係冇用。咁所以荷爾蒙係非常影響我哋減肥嘅。咁其實係想講呢，瑜伽係幫咗我喺呢方面唔少受，調適咗我好多嘅情緒。請問有冇人完全唔適宜斷食？係有㗎，頭先講過啦，就係腸胃本身係有啲問題嘅人啦。同埋就係當血糖低嘅時候會有好大反應嘅人士咧，都係唔適宜斷食。仲有小朋友同埋孕婦、老人家都係唔適宜斷食。有那些人只適合10小時斷食，我成日都超過10小時斷食嘅話，你諗下，如果9點食完飯之後就唔食嘢啦，咁第二朝去到7點起身啦，其實已經10個小時噶啦。嗱，如果你好似好躍躍欲試咁樣咧，你可以揾一日試下，淨係食一餐，你個感覺係點樣？我建議咧，你可以揾多啲嘢去充斥下自己嘅時間，試一試個感受，睇下 O 唔 OK 先。請問邊隻麥皮好介紹？OK，總之係嗰啲原麥皮就得噶啦。
可以喺度簡介下啦。其實就算原麥皮啦，都有好幾款嘅。咁如果根據最少工序嘅呢，就應該係有一隻叫做鋼切麥片。嗱，原先呢嗰個麥個粒啦，就係佢首先一定要去殼先嘅。咁然之後呢，鋼切麥片就係剝咗殼之後，即刻再切開，就成為咗賣出嚟嘅叫做鋼切麥片啦。咁呢種嘅麥片呢係唔易揾，但係幫大家 information 啦，佢就係保留最多嘅營養同埋纖維嘅。再落一格呢，多少少工序嘅，就係會攞剝咗殼嘅嗰粒麥皮啦，攞去蒸煮，目的呢係煮軟佢，等跟住下一個工序就係可以容易壓扁佢。咁呢一種呢就係好常見喺超市見到原粒，即係一個橢圓形扁扁地嗰啲呢，就係咁樣做出嚟噶啦。咁再多個工序呢，就係再蒸煮耐啲，將佢壓扁再切碎。咁嗰啲呢，就係叫做快熟麥片。呢個就應該係更加喺超市上成日見到嗰種啦。雖然工序咧係略為多咗少少啦，但係咧主要嗰個對佢嘅營養影響成分呢，就唔係好大嘅啫。而個優點呢，就係顧名思義啦，就係快熟麥片，因為佢比較蒸煮耐啲，同埋切碎咗先賣俾你啦。咁所以呢，你要跟住再煮到食得入口嗰個程度呢，就應該呢個時間係縮短咗好多。大家工作都咁忙啦，或者一早起身都係懵懵鬆鬆，未必好有心機去煮麥皮嘅時候呢，其實呢一種呢，我覺得係一個喺平衡健康同埋時間方面最優化嘅一個選擇咯。咁睇翻自己嘅喜好嘅啫。咁最唔好呢，就係嗰啲加咗奶粉啊、糖啊，同埋加咗好多嗰啲提子乾啊。嗰啲 nuts 未必係冇添加噶嘛，可能係會有添加噶嘛。咁所以成件事咧就好添加物咁樣咧，就唔建議噶啦。好啦，網友多謝我嘅斷食分享，其實都係一個日記式咁記錄咗我做嘅嘢啦，同埋當中解釋少少一啲科學嘅原理啦，同埋最重要就係服食啲咩食物。有一位網友就提到咧，就係肚餓嘅時候嗰個反應咧係好大，咁亦都係唔好夾硬嚟啦。同埋咧斷食咗20個鐘咧，其實都好犀利噶啦。服食嘅時候食翻啲即係軟身啲嘅嘢啦，都係。有網友咧就分享，佢最近用咗2個星期減咗5 kg，話好犀利喎。呢個係咪本身大體重噶？如果唔係咧，正常體重嘅話咧，就唔好減得太快，每日6個小時運動咁犀利，8-1-6斷食，點咪即係8個小時唔食，16小時又唔食。如果調翻轉，應該係咪叫168？食物3餐管控，同時進行，唔需要咁去到咁盡嘅啲運動。嗱，除非你話你呢個6小時運動係啲極度休閒嘅，譬如行山都行咗6個鐘啦，但係都唔使每日啊。仲有就係啦，我相信你嘅意思係16個小時食嘢，8個小時唔食嘢，咁你食嘢嗰個 time window 都幾長喎。如果有多啲 details 或者係有啲更新嘅，可以喺翻呢條 thread 度分享翻。咁預祝你成功先。OK， 我嘅問題就係呢，斷食完之後要隔幾耐先至進行呢？我會覺得唔好密過3個月一次咯。最主要咧，對我嚟講嘅 challenge 咧，就係嗰個 schedule 啊。究竟我嚟緊呢2-3日有冇時間斷食，跟住仲要計埋你要服食嗰個時間喎。咁前後咧都有4-5日嘅時間，可能相比起平日咧冇咁方便㗎喎。咁所以咧呢個要留意，唔係好容易好頻密地攞到呢個時間出嚟咯。唔該，我想知道邊隻蛋白粉最好幫助增肌？蛋白粉其實我係冇用過嘅，因為首先我自己就唔係一個去成日做 gym 啊，或者以鍛煉肌肉為目的嗰一種嘅人士啦。如果本身你係真係好想鍛煉肌肉嘅，當然你已經有教練或者你有一啲人去推薦邊隻蛋白粉對你係好啦。咁但係我自己呢，就因為我平時嘅飲食呢，其實每一餐
可以都食到20幾30 gram 嘅 protein 噶啦。如果乘3嘅話呢，都差唔多係90 gram 嘅 protein，而我嘅體重只係52 kg 嘅喎。可以睇翻我之前講蛋白質嗰條片呢，就係用你嘅體重去乘翻1.6啊嘛。咁食90 gram 嘅蛋白質呢，已經係對我嚟講啦，唔係一個肌肉型人士嘅極限，所以我就冇用過蛋白粉嘅。所以呢條問題唔好意思講咗咁耐，都唔係太幫助到大家。計一計自己每日其實係食緊幾多蛋白質，盡量用原食物去補充蛋白質。你可以用蛋白粉去補充，但係唔好依賴蛋白粉。係之前咧就問大家有冇興趣睇我下一條片啦，其實都係鼓勵大家留言啦，真係好多謝你哋，因為你哋嘅留言呢，其實都會幫我推多啲個影片，就算你留一個心心啊、答1啊、2啊呢啲呢，都係幫助到推動個影片，即係幫助咧去令到 YouTube 咧更加推我嘅影片。好，呢位朋友呢，我呢個係老叔老子敬。其實我係一個《三國演義》嘅迷嚟嘅，大陸做嘅，其實好似係都10年前噶啦嗰套嘢。咁我就希望唔會嚇親大家啦，好似係80幾集，係睇咗5-6次，而每一次呢，我都係好留心，甚至乎呢，喺某一啲場合會睇到喊，我真係好投入。我一個三國迷，如果你可以俾3個鐘時間我呢，我係可以能夠將成個《三國演義》嘅故事呢，順序從頭到尾講一次嘅，好犀利。我講我自己，老子敬啦，佢就話佢開始咗72小時嘅斷食啦，而家就24，咁啊8日前啊應該斷食完噶啦，咁希望佢一切順利啦。好啦，呢位網友呢就話佢年紀越大，個人就越瘦，點算？其實好多時呢，最大嘅原因呢，就係我哋肌肉流失。之前都有一條影片講過啦，無論係18至到60歲，其實我哋呢每1 kg 嘅肌肉所燃燒嘅卡路里呢，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去到60歲都係保持到18歲時有個肌肉量嘅話呢，其實呢嗰個基礎代謝率呢，分別唔大嘅，甚至乎呢。如果你睇翻條影片咧，個 curve 咧去到70歲啊、80歲咧，佢雖然每一嚿肌肉所燃燒嘅卡路里係會跌少少，但係唔係斷崖式下降咯。斷崖式下降只係我哋嘅肌肉量，咁呢個我哋就要避免啦，就係要做翻多啲阻力訓練啦，即係 train 一翻自己肌肉。除咗肌肉流失之外啦，年紀大咗，可能我哋皮下嘅骨膠原會流失啦，亦都感覺上呢個人係會消瘦咗，都唔奇嘅。其實我如果嗰輪呢練多啲啞鈴啦，都係一啲好輕嘅啞鈴，喺我做瑜伽嘅時候呢，我都發現啲動作呢係會做得穩陣咗，意味住其實我嘅肌肉呢都係仲可以繼續 train up 到落去，都係靠一啲簡單嘅啞鈴操啊咁樣，咁可以喺 YouTube 度搜尋翻一啲輕巧嘅啞鈴操就可以啊，唔係要大家做大力士嗰種。OK， 好多謝大家，俾好多留言嘅反應我，咁我知道咧，你哋係中意聽啲乜，咁我就可以 prioritize 自己嘅時間啦。好啦，呢位網友咧，佢有朋友咧就成日話俾佢知咧，佢哋好多病要入院咧做手術。其實我身邊都有唔少朋友咧，其實大家個年紀又唔係真係好大啦。但係去到中年呢，就真係好似多咗啲病痛，而嗰啲病痛呢，以前可能係多數係聽啲老人家先會有，而家去到中年呢，好多人都即係早咗有一啲長期病患，例如係個血壓係好異常地高啊，最主要都係一啲長年累月比較少照顧自己嘅一種症狀啦。呢個1.5。咁應該我諗佢係咪講我講嘢即係嗰個速度，佢要用1.5速去聽呢？咁真係冇乜辦法，呢個就係唔好意思，我唔可以講得快。我都好羨慕有啲人講嘢講得好快，但係有時我都係中意慢慢講，咁同埋速度嘅嘢好個人嘅。好在 YouTube 有呢一個功能，咁就好啦。呢位網友呢，就我之前都誤會咗啦，佢話佢173高啦啊，呢個好好嘅高度，我好羨慕。
60kg 保持咗13年啦。之前咧就減咗35磅，我以為佢係由60kg 減咗35磅，即係10幾 kg，即係去到40幾 kg，但係173咁高喎，咁嚇死我，以為變咗人乾。咁啊用咗9個月 ，OK， 即係佢收尾補充翻一個意思咧，佢係由即係可能70幾 kg 減咗35磅變咗做60kg啫，咁就正常。咁佢都好似有提過咧，佢自己嘅年齡咧就係好似50幾歲咯。OK， 咁 anyway 之後咧就自己管理體重啦，上落都唔超過5磅，好正常啊。有時其實體重偶然有啲波動都係好正常。近呢3年增加運動，保持肌肉量嘅不變嘅，呢個就係王道啦。頭先我講咗咁耐，重點就係只要你保持肌肉量不變，唔好話去到60歲，就算去到70歲、80歲。其實都可以同一個18歲嘅後生仔女同一樣嘅新陳代謝㗎。朋友次次見到我都問我越嚟越瘦，好啦，咁我都要努力 keep 住啊，唔可以就係俾啲網友喺度認叻啊吓。不過咧真係好犀利啊，恭喜晒你減咗35磅，咁重拾健康啦！你咁開心分享，真係。好多謝大家一啲開心嘅 emoji， 咁我見到呢啲嘅心心啊、炮仗啊，都會開心。OK， 我都喜歡計仔斷食係嘛 ？OK， 喜歡啊，算唔算喜歡呢？我喜歡就談唔上，不過我會睇到斷食嘅好處啦。咁每一次斷食呢，我都要有心理準備嘅。唔係話喂，我好想斷食啊，正啊咁啊，唔係，真係唔係咯，都係要有啲心理同埋生理嘅準備啊。最緊要咧係，如果你嗰輪咧唔夠瞓好攰咧，我就唔建議斷食，瞓翻夠啦，因為瞓覺都係可以帶出嗰個細胞自噬噶。唔夠瞓搞到殘晒，就係因為你冇咗呢個時間俾身體進行呢個 process。如果你有時間斷食，不如你用嗰個時間去瞓覺好過啦。呢個係真心分享，瞓覺係重要過任何事情。好啦，咁有網友咧就問到，有冇方法可以知道身體嘅炎症指數？嗱，咁講起咧，其實咧係有2個方面咧可以去睇嘅，係有得度出嚟嘅。第一咧就係去做一啲測試。講起測試咧，其實亦都 update 晒大家啦。咁我最近喺安大略省呢邊就考咗試，就做咗一個叫做認證整體營養師，英文佢哋叫做 Certified Holistic Nutritionist。咁呢個都係我過去呢幾個月嚟其中一個大少少嘅 achievement 之一啦。即係我就 join 咗個 association 啦。其實喺會裏面咧都有介紹俾我哋一啲測試嘅不同嘅方案嘅，咁其中咧，如果係炎症指數咧，係有測試咧係可以做到，一般咧就係需要抽血去化驗，咁有一個指標咧就係叫做 CRP， 全名咧就係叫做 C-reactive protein， 中文咧就叫做 C 反應蛋白。咁如果呢個 CRP 值太高咧，就係代表身體咧係有發炎嘅反應。咁另外咧，亦都有啲人會透過去做胰島素抗阻啦，或者係再簡單啲嘅驗血糖、三酸甘油酯呢啲咧，就可以側面去睇翻有冇慢性嘅炎症。因為頭先講嗰個 CRP 指數咧，如果要去做測試咧，其實個價錢都絕對唔平噶。咁相對咧，呢啲側面嘅測試咧，就可以比較用一個廉價啲嘅方法去睇翻啦。嗱，不過講真咧，如果要驗呢啲嘅指數咧，就要去見醫生先可以做到嘅。如果以一啲平民嘅方式去做啦，可以由生活嘅觀察嗰度入手咯。例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瞓極唔夠啊，皮膚出現問題，成日攰，或者係關節痛啦，腸胃唔穩定，其實呢啲都係身體有慢性炎症嘅反應嚟嘅。最簡單直接嘅做法就係食得健康，瞓得好，做下運動，同埋咧減少加工食品，減少添加糖，呢啲做法咧都係會幫你慢慢降炎嘅。好啦，多謝好多 message
留低係支持我嘅。Carbohydrates 呢樣嘢真係又愛又恨，的確係。不過我哋可以中間落墨啦，揀一啲高纖維嘅碳水化合物啦，選擇當中健康嘅版本，呢個係最重要。就算 protein 都有啲唔健康嘅版本㗎。OK， 有網友就問，請問 M&M 係咪真係可以保持甚至乎逆轉青春嘅呢？佢嘅價錢非常貴，有冇其他嘅代替品？長期服用會唔會有啲咩潛在嘅不良效果？咁 NMN 呢樣嘢咧，的確係好多人有興趣。其實簡單嚟講呢，佢係一種人體自然都有嘅物質嚟嘅。咁佢就幫我哋合成一啲叫做 NAD+ 嘅一啲叫前驅物啦。簡單嚟講呢，係幫助我哋細胞入面嘅能量轉換啦、抗氧化同埋修復我哋嘅 DNA 嘅。理論上咧，隨住年紀嘅增長咧，呢一種前驅物 NAD+ 咧係會下降嘅，所以咧就有研究指出，補充翻 NMN 咧係可以幫助到改善細胞老化同埋提升修復嘅能力。不過咧呢一樣嘢咧就係喺人類嘅身上嘅研究咧，暫時都係少量啦，咁所以佢係咪真係可以逆轉青春呢？我就覺得可能係即係神化咗少少啦。我聽過嘅就係個人比較精神咗咯。如果要精神咗，係咪瞓多啲覺或者食得健康啲就可以做到呢？而且咧，佢都個價錢都真係幾貴咯，同埋要長期食喎。咁一年嚟講，可能個 budget 都已經係幾萬蚊都唔定。咁要提升我哋嗰個 NAD+ 咧，生活方式嘅改變咧，都會好有幫助。例如頭先講嘅，即係都係講到沉晒嘅一啲瞓得夠啦，食少啲糖同埋酒精啦，同埋咧一啲食物咧都會有嘅，例如係一啲椰菜花啊、西蘭花啊、紅菜頭啊。至於副作用方面啊，暫時就冇咩大型研究就話 NMN 係對人體嘅長遠風險係點樣。咁因為數據未夠啊嘛。咁但係咧，記住數據未夠咧就唔代表冇風險喎。冇風險同埋未發現風險咧係兩回事。所以我建議，如果你真係常食嘅話咧，最好即係問一問醫生，你個體質係咪需要食呢樣嘢咯？同埋對呢一樣嘢嘅反應。好，咁就繼續落睇下先。好多謝大家嘅留言。中英對照係噶，其實嚟緊我會將其中一條片啦，應該就係減肚腩嗰條片啦，翻譯做英文。因為喺多倫多呢邊，你有時介紹自己嘅時候呢，都會介紹到我呢個 channel 啦。有時有啲朋友咧有興趣想聽，但係佢哋可能係一個 native 嘅 English speaker，咁所以咧，我想譯一個片段係做英文，等佢哋知道咧，我呢個台其實係用一個簡單嘅方式講解實用嘅科學。到時如果出咗呢條片呢，大家都幫手睇睇喎，記住咁幫我咧去谷下條片。好有網友咧就提到咧，今次呢個題目應該係中年拍腹嗰個啦，就係我嘅寫照。我原本咧就有高血壓啦，幾個月前呢，醫生話俾我知啦，仲有膽固醇添，咁已經出現咗兩高啦。OK， 仲有糖尿病嘅初期指數咧都唔係好靚啦，應該係要求我減肥，否則咧就要食藥。呢位朋友咧都好聽話，就即刻開始佢嘅減肥旅程。睇到我呢個頻道啦，就不停咁樣介紹科學減肥啦。其實我都有諗過講科學減肥點可以講一年嘅呢？但係真係講咗一年，超過一年添啦已經。咁而家咧，你呢個頻道係我最喜歡嘅頻道，多謝你先。就減肥咗3個月啦，用咗好多我介紹嘅一啲方法啦，一啲點提式啦，我相信係包括每日嘅運動啦，食多啲纖維啦，呢個真係好重要。因為其實點解我咁強調纖維，就係之前睇咗好多研究，其實應該話廣泛嘅研究已經指出，
食用足夠嘅膳食纖維對降膽固醇呢係有幫助嘅。另外就係能量缺口啦，同埋68款外出飲食嘅500卡路里之內嘅餐啊。咁而家呢，原來已經不知不覺呢喺3個月減咗10 kg 咯。見到自己有成果嘅時候呢，係的確係一個鼓舞嘅作用。繼續去執行而家執行嘅嘢，咁繼續 keep 住就得噶啦。不過你如果咧減咗10 kg 咧都好多，注意翻自己嘅身體咯，同埋就係你要 update 翻究竟嗰個你每日所需，譬如頭先講話 TDEE 啊，呢啲係咪用翻個輕咗嘅體重去計咯？咁所以咧，你每日食嘅嘢咧，係會隨住你嘅體重咧越嚟越細，咁當然唔需要每日計啦。其實即係定期每2個星期 update 下咧就已經可以噶啦。係啦，同醫生商量翻你而家已經做緊嘅嘢，咁我相信呢，醫生都會建議你可以唔食藥啦，就唔好食藥噶啦。否則佢上次已經開咗俾你啦，所以唔使太擔心嘅。總之 update 醫生，你減咗10 kg 咧，醫生已經好明顯會睇到噶啦。48小時斷食，你可以問下醫生嘅，其實都聽下佢俾啲乜嘢嘅意見你啦。最主要就係留意自己會唔會有血糖低嘅情況，咁呢個呢係糖尿病人常見嘅一樣嘢嚟嘅。如果對血糖低亦都有一啲反應嘅話呢，咁呢個就要留意啦。不過呢，你暫時嚟講呢都係一個糖尿病嘅初期啦。而如果醫生都覺得適合嘅話呢，咁可以嘗試下用一個24或者48小時斷食嘅方式去幫你呢收洗翻個胃口。咁呢個呢對你長遠減肥都係好有幫助。嗱，之前網友投票啦，多謝晒你哋講俾我聽，你哋有興趣睇一線。咁一就係48小時斷食啦，上個星期就已經出咗啦呢條片。另外咧，就有網友分享，只要有決心同埋恒心咧，身體係可以慢慢改變嘅，大家加油。係啊，咁可能係初期係需要一啲耐性啊，忍下喉啊咁樣咯。其實大概2個禮拜到，你就會慢慢習慣同埋開始中意呢一種生活噶啦。係啦，因為網友就分享啦，其實佢就係二型糖尿病啦，經過已經10年噶啦。咁而家咧就57歲，咁3個月前呢開始改變飲食習慣，話咁耐先至開始，都未以為馬也，因為啦你都即係做得非常之好啦。見你話減咗7公斤，咁相信呢真係認真去執行呢件事啦，恭喜晒先。體脂呢亦都減咗，嗱，跟住呢個重要啦，主要呢就係減去大部分嘅加工食物。因為佢喺個製作過程呢，實在係經過太多工序，所有營養都已經冇晒，剩翻嘅只有熱量。咁所以食嗰啲嘢呢，其實係不斷係食熱量，佔咗你成日熱量嘅 quota 之餘，佢亦都提供唔到相對應嘅營養俾你。咁唔夠營養，自然呢個人就會即係容易啲弱啊咁得咯。好啦，另外減少碳水嘅吸收啦，係啦，唔需要完全戒掉，減少啲就可以噶啦。咁我而家呢，就因為冇食碳水，所以呢就唔覺得你有飢餓嘅感覺。早餐就係食牛油果啦、番薯啦、雞蛋為主啦。咁番薯咪碳水化合物咯。不過呢，佢係一個好嘅碳水化合物，所以冇問題嘅。晚餐呢，就係一碗菜加一碗肉，或者海鮮豆腐昆布湯，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只係咧需要注意翻你嗰個能量缺口咧唔好太大，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咧你會好難維持落去嘅。個重點咧嗱，你而家見到嗰個改善啊，即係話俾你聽咧，健康生活對你係 work 嘅，即使已經係有咁耐嘅糖尿病嘅時間。咁好啦，證實咗呢樣嘢之後呢，你自己留意翻個能量缺口，千祈唔好咁大。之前未食型嘅時候呢，肚餓嘅時候呢，就會食一啲夏威夷果仁啦。咁冇問題嘅。咁我諗你都係食適量嘅啫。每日果仁嘅份量大概係即係喺英文叫 handful 啦，
就唔係話裝滿成隻手咧。其實有啲指引咧就話大概係你嘅手指公嘅 size 咁大，或者一小執咯，我可以咁講。咁所以如果夏威夷果仁即係圓形白色嗰啲咧，最多係4至5粒啦。血糖控制明顯有改善。咁同埋咧想分享，除咗加工食物之外啦，同埋記住添加糖嘅食物啦，咩都可以食。碳水化合物就控制下啦。糖，如果你話屋企嘅白砂糖嗰啲咧，其實通常你都唔會話食得好多啦。咁反而最重嘅陷阱都係一啲有添加糖嘅食物，例如係雪糕啊、啫喱啊呢一類咧，同埋蛋糕啊呢一類咧，糖分就肯定係重噶啦。做餅乾，其實屋企食嘢嘅糖即係九牛一毛咯，相對起你喺出面會買翻嚟嘅食物。咁當然啦，屋企煮嘢食嘅糖咁可以控制到控制，但係完全戒掉咧就絕對冇需要。以前以為食雲吞水餃好健康，其實唔係好完全健康噶。咁不過咧都要留意，有啲人咧就係以為好健康嘅嘢咧，就會食好大量嘅。係有2個陷阱位，一個就係呢位網友提到嘅雲吞水餃啦。其實食10幾隻係好容易嘅，但係都視乎不同體型或者體重嘅人士啦。另外一個陷阱位就係麥皮，因為咧亦都有唔少人咧係好容易係食多咗麥皮嘅。麥皮本身咧，我自己一個早餐咧，大概係40最多50 gram 到嘅麥皮咧，就已經係足夠噶啦。因為有啲人咧都係會因為覺得麥皮係健康，呢個係真嘅，就會食好多。咁好多嘅時候咧，最主要就係你嘅卡路里係會過咗貨位。所以好多時咧，我唔知係咪有啲人針對呢一個 point 咧，就話麥皮係唔健康噶。其實咧，一般原食物咧都係健康噶啦，爭在咧我哋點樣食法咯，同埋食嘅分量係啦，好謹慎，啱嘅。每個人嘅身體唔同，都要請教翻自己嘅營養師或者醫生，尤其是本身係有啲身體狀況，好似話一啲糖尿病啊，或者係高血壓呢一啲咧，既然有醫生跟進咧，不妨就即係同佢講下最近喺生活上嘅轉變，咁醫生咧先至可以喺你嘅藥物咧做翻一個調節嘅。咁當然唔需要食嘅就最好啦。好啦，有網友就問，請問低碳飲食係咪會造成失眠？好啦，其實咧老實講，的確咧係真嘅。喺科學上呢，呢個係有提到嘅。如果你低碳飲食咧，我相信你係講緊低碳或者係生酮飲食啦。特別係咧一開始如果你轉做呢一種飲食法嘅時候，頭嗰1-2個星期啦，因為咧尤其是身體咧仲未習慣由碳水轉做脂肪做能源，咁一方面呢，因為血糖比較穩定之後呢，你就會少咗一啲飯氣攻心嘅感覺。咁所以呢，有啲人嘅反應呢，就會覺得呢精神咗啦，甚至乎如果精神過濃嘅時候呢，夜晚呢就會比較難啲瞓着嘅。第二呢，就係當我哋轉食一個低碳水或者係總之冇乜碳水嘅食物組合嘅時候呢，其實體內嘅儲水量會比較減低咗啦。另外就係一啲電解質，例如係 magnesium 啊，同埋鉀質，就係呢個 potassium 咧，都係會流失嘅。咁一係會容易影響我哋嘅神經系統，導致我哋喺晚上嘅時候會比較容易醒啦，同埋咧係比較容易煩躁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轉咗一個好低碳水嘅飲食之後，覺得失眠啊，或者係個人係好似比較乾咗啊、猛咗咧，其實呢個咧係正常嘅現象。咁可能係身體未適應啦，鎂質唔夠啦，magnesium啦唔夠啦，可以咧嘗試食翻一啲好嘅脂肪，例如喺牛油果啊、橄欖油啊，同埋一啲多鎂質同埋鉀質嘅食物，或者沖一個暖水涼先去瞓啦，咁應該可以幫助到瞓得舒服啲。但係如果失眠嘅情況呢係太過嚴重，例如佢真係
唔止係頭嗰1-2個禮拜嘅適應期，甚至乎長遠亦都係失眠。而呢個情況真係影響到自己成個生活嘅話呢，咁其實呢就係代表咗呢一種低碳飲食或者生酮飲食呢，其實係唔適合你咯。咁就轉翻去一個中碳飲食啊。其實我自己計過呢，原來我係叫做一個中碳飲食嘅。我唔係好執着呢啲字眼，不過我自己計翻嘅時候，原來我係叫做中碳飲食嘅。你可以睇翻我 Instagram 嘅啲 recipe 啦。咁大概呢，你見到都係每一餐呢都係一嚿仔飯咁樣咯，半碗至到大半碗飯度啦。同埋咧，係盡量選擇一啲高纖維嘅碳水化合物版本，其實就已經係好好噶啦。你會見到好明顯嗰個轉變。譬如食飯唔食白飯，我哋食一啲16穀米啊，或者16穀米有時嗰個價錢會比較高嘅時候，可以選擇喺白飯裏面加一啲紅米、糙米，仲有買意粉啦，可以選擇一啲高纖嘅意粉啊。高纖嘅西式嘅螺螄粉啊，咁都係好有幫助嘅。仲有頭先網友提到嘅番薯啊呢啲，咁 wrap up 翻啦，就係如果你覺得嗰個失眠都幾大影響你自己呢，咁就要作出改變，轉為一個中碳嘅飲食方式啦。好多謝網友嘅留言啊吓，多謝我分享不同嘅資訊。身體健康最緊要就係心情開朗，呢個絕對係飲食均衡，有適當嘅運動。同埋呢係進食食物嘅次序。首先就係食纖維啦、蛋白質啦、碳水化合物。都係嗰句，睇翻個影片就唔使話咧，食晒所有嘅菜同埋食晒所有嘅蛋白質嘅，入面呢已經有 trick 晒教咗大家噶啦。係啦，唔好過度飲食啦，唔偏食啦。年齡不同，要攝取嘅營養呢都要調校下，啱嘅。自己做自己嘅營養師，係啦，多啲關注自己嘅身體，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睇過咁多減肥嘅 video，覺得你先至係合理。令我覺得咧，減肥係唔可以急，要慢慢揾到自己適合嘅方法啊！呢個係好似頭先低碳飲食或者生酮飲食，覺得唔適合自己，譬如試咗2個月都係唔適合自己呢，就換個第二個方法啦。好似我之前試168咁咧，都係真係好認真。試咗2個月冇偷食，但係對佢嚟講咧就真係唔係 work 啦。同埋咧係因為適合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對減肥咧冇咁緊張啦，冇咁抗拒啦。多謝我嘅，係唔好客氣，最緊要真係自己嗰個執行，揾一個方法係自己中意而又健康嘅，能夠長期維持落去嘅方法，先至係最佳嘅減肥方法。係啊，多謝你欣賞我嘅頻道，咁同埋呢就係分享最新最有用嘅資訊呢，我覺得係我好開心嘅地方，同埋呢我自己都獲益嘅。好啦，咁呢位網友呢，其實佢就有個疑問嘅，咁就係每日額外嘅散步啦、做家務啦或者瑜伽啦，總之呢啲活動或者運動啦，係未可以喺 TDEE 以外額外可以去食嘅卡路里？其實係噶。嗱，呢個 concept 咧係正確嘅，不過咧，如果要執翻正少少咧，我哋所謂叫做 TDEE 咧，就應該係計埋你嘅運動量落去。譬如我唔做運動就咁，每日都係行下、企下、坐下咁樣，呢啲咧就譬如係當係1500卡路里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做其他運動係燃燒200卡路里嘅，咁即係話咧，我嘅 TDEE 係1700啦。就係咁樣去形容呢一個詞語嘅。網友咧其實就係想問我嘅 TDEE 大概咧就係1550，每週咧就係1次3次運動啦。咁我係咪運動嗰幾日啦就可以食多100至到200卡路里？係咪咁嘅意思呢？OK， 我知道你想問咩啦，因為你計出嚟嘅嗰個數字係咪嗰1至3日先至 valid？ 其實呢係講緊成個星期都係 valid 嘅，尤其是呢個重點係你長期運動，其實係你可以當呢個係身體會幫你 take 個 average。如果你用能量計算機呢，已經輸入咗每週1至3次運動，咁嗰度呢
得出嚟嘅答案咧係講緊一個每日平均數。如果有一啲比較 extreme 嘅，譬如話我成日都係唔做運動嘅，我偶然某一個星期六先至約人去打波嘅啫。咁理論上咧就真係嗰日咧佢可以食多一啲嘢，咁就達至一個能量嘅平衡。而其餘冇做運動日子咧就唔可以食咁多啦。咁呢個係屬於咧偶一為之嘅運動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咁樣去考慮。如果你係長期枕住去做運動嘅時候咧，你可以想象你身體就會幫你 take 個 average 噶啦。好啦，呢位網友咧就話我嘅影片激發咗佢重新減肥呢一樣嘢啦。到今日咧已經係第2日開始減肥啦，2個星期前嗰個感覺如何呢？會唔會忍得好辛苦啊？即係開始慢慢習慣起嚟啦。好啦，有網友咧就問，日後可唔可以加啲關於 Dr. Stacy 對女性健康運動嘅建議？其實我就好少喺自己個頻道度講其他嘅頻道嘅，因為即係除非嗰個頻道係講咗一個 news， 跟住我 refer 翻去呢個 news 啊。但係如果其他都係講運動啊、健康啊，咁我相信咧，其實每個頻道都係俾到不同嘅價值俾大家，咁就好難話 comment on comment。多謝你嘅建議，但係我自己就比較中意係去揾一啲發掘一啲有用嘅論文同大家分享啦。咁嗱，呢位網友咧就留言話拉筋真係有極大嘅好處，每晚臨瞓呢都會拉筋，就會瞓得好咗啦，同埋食少咗好多安眠藥，呢個絕對係一件好事。同埋咧發掘到一啲點子，令到自己瞓得好啲，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其實我都中意臨瞓前拉筋啊，做瑜伽，總之鬆弛翻自己就會瞓得好啲咯。聲音停頓似 robot。其實會嘅呢度咧聽落就好似好連貫咁啦，但係真正錄音嘅時候咧，始終我唔係專業嘅演員啊或者配音員啊，咁中間咧係會有好多 M 啊嗰啲咧就一定要 cut 走嘅。咁同埋咧咁啱你講起咧，以前咧我就係人手 cut 嘅，咁所以咧嗰度係非常之花時間，咁有時咧亦都係 cut 得唔好啦，咁好似個停頓咧係有啲怪怪地咁樣咯。咁我盡量都會聽翻一兩次，睇下未自然，已經係比起以前 improve 咗好多嘅，所以即係我睇下再點樣 improve 啦。咁另外今次呢條片呢，其實我係會用咗一啲自動化嘅 tool 去幫我 cut 片嘅，即係 cut 咗中間嗰啲停頓位，咁所以可能呢一條片呢個剪片效果會更加奇怪，或者更加似 robot。但我想試一試，因為我希望呢啲自動化嘅工具可以幫助我哋出片更加快，相對地啦，可以留翻多啲時間呢去揾更加優質嘅內容俾大家。好多謝大家嘅留言鼓勵，呢位網友咧都係分享佢嘅一啲成果啦。佢話佢嘅留言都幾遲啊，唔會遲。多謝你嘅留言。佢係香港嘅男士啦，過咗50歲，頭銜168，就對佢嚟講咧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啦，同埋每日去做運動啦。以往咧就係着呢個加大碼衫嘅，咁3個月咧168啦，因為佢係喺168嗰條片嗰度留言嘅。其實咁應該嘅意思就係168 3個月，其實168之後啦，就開始咧買新衫咧，就只可以着到加細碼或者細碼。哇，咁個變化都幾大喎，由加大碼去到加細碼咁緊要。3個月其實168咧冇所謂，重點就係有冇放翻個能量缺口咯。我都係中意翻1日3餐。或者週末放假瞓晏咗咪自動168咗啦。就如果要我強制自己168，我唔係好得嘅。可能當時係疫症前啦，早餐好多時係我一個 social 嘅時間嚟嘅，即係我會同我嘅 peer 去開工前食個早餐。如果我唔食早餐，對我嘅社交好似係有少少障礙，社交障礙真係令我。呢位網友就冇提到佢食乜嘢嘢咯，同埋嗰個能量缺口係做緊幾多咯？嗱，如果咧大家有留言可以咧講下你自己個能量缺口咧係做緊幾多咧，就亦都會
對大家呢好有幫助。而家呢就着呢個中碼衫，中碼衫都正常啦。其實因為佢呢就流失咗好多肌肉。咁呢度個時間線呢，我就冇專登去排，我都係依書直說啦。咁同埋呢，168都有其他嘅好處嘅。其實每一個飲食方法對每一個人呢都有唔同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呢個係我係中立嘅。咁多謝你嘅分享啦。如果可以嘅，話翻俾我哋知，你個能量缺口係做緊幾多？好啦，你睇我嘅片之前呢，我就試過 cut 碳水啦，1個月減咗10磅，但係成日上食嘢，係噶，冇咗碳水你會少好多嘢食噶。同埋呢，偶發性呢就會亂食甜嘢咯。係咯。咁永遠呢都係突破唔到呢10磅以上，咁亦都可能係即係你太有目標，有時太有目標咧，可能係即係會好猛嘅個人。其實研究已經講咗咧，食少嘅碳水，個人呢係會比較容易暴躁嘅。後來堅持唔到，就反彈翻10磅，甚至乎係更多。咁係噶，唔好太過極端去強制自己咯。不過好彩呢，就每個星期都有4日以上運動，否則呢，相信呢，我係會更肥嘅。後來睇晒我嘅影片之後啦，多謝晒你，就將所有嘅習慣改變。首先係可以食翻碳水，只係留翻最後先食。另外呢，就唔止食菜，仲加入呢其他嘅纖維、瓜果呢一啲啦，係啊，啱啊，豆類啦。同埋呢，晚上呢，就係食1碗飯啦。最多5碟呢就食完噶啦，哇，咁都幾早食完噶。然之後呢就唔再餓。其實如果你係整天嚟講呢，都係食一啲健康嘅食物。就算我哋喺減肥期間卡入能量缺口都好啦。譬如以我頭先講嘅例子，假如我要減肥，我係食1400卡路里嘅啫。其實如果1400卡路里呢都係原食物呢，係好飽噶。比起1400卡路里出去食炸雞咧，你最多係食幾多件啊？食4件，食4件一日點會飽咧？係咪先？好啦，咁睇翻佢繼續所講嘅嘢先。咁直至到呢朝早12點左右呢，就食早餐。哇，呢個係咩嚟噶？係咪168嚟噶？OK，揀到自己啱嘅方式就可以噶啦。我已經輕鬆2個月減咗8磅。非常唔錯喎，哇，好過呢忍晒口咁樣減咗10磅，跟住個情緒呢又好似又即係比較波動咁啦。咁相對而家輕輕鬆鬆呢就減咗8磅啦。呢個就係呢個台成立最想帶俾大家嘅減肥價值觀。好啦，咁去到3個禮拜前嘅留言啦。我哋今日嘅目標呢係要答1個月嘅留言，而家去到3個禮拜啦。好，咁我快讀啊吓！呢位網友就話，1年前因為工作關係，所以食得好少，同埋呢又周圍行嚟行去啦，加上食得少呢，結果3個星期呢就輕咗10幾 kg，哇，好誇張喎！即係好，我唔識計啊呢條數，我唔敢計啊呢條數。你係咪真係食得好少，但係又要行嚟行去，係咪會暈呢？咁自從呢冇做嗰份工之後呢，就食翻多咗喎又。主要都係外賣啊、茶餐廳早餐啊，跟住1個星期食2次蛋糕，1個星期食2次蛋糕都唔係太嚴重，只係呢每一餐呢都係，譬如茶餐廳嗰啲乾炒牛河呢，每一日都係咁樣，先至係致命，就反彈咗啦，仲反彈多過以前，仲要抵抗力弱咗啦。當然啦，就係因為每日多數食嘅都係 energy 為主啦，其實當中嘅營養成分可能唔高啦。半年病得4次營養不良，係啦，就係有呢個不良嘅後果啦。一瞓醒喐得多就會頭暈，哇，好嚴重喎！點解呢？就算食茶餐廳都唔會搞成咁噶，照計。好，自從呢1個月前就開始訂健康餐，咦，唔係廣告啩？1日3餐係減磅餐嚟嘅，低碳水。OK， 嘢飲方面呢，就飲水啊、齋啡啊、齋茶啊。咁就好似咧換咗成個身體咁，咁一定噶啦。所謂一句英文就係 We are what we eat， 係啦，減輕咗啦，去濕啦，同埋咧專注力強咗，思緒清晰咗，情緒起伏都穩定咗，因為你成個人咧係健康翻。
1個月前，我1個月都就咁大反應，其實你嗰個身體都幾大上大落噶喎。行多幾步，行3個禮拜可以減10 kg， 跟住食茶餐廳咧又可以突然間咧係可以肥翻晒，跟住令到自己咧入咗4次醫院，然之後1個月食健康嘅嘢就即刻咧有一個咁大嘅轉變。以前呢，我就覺得做運動係好辛苦，而家咧就開始感受運動，同埋咧身體嘅根基咧都有喐嘅動力啦，覺得咧運動咧係好玩咗。咁好啦，因為可能佢之前嗰個體重比較高啦，就少啲去跑步。其實我都唔係好跑步，因為我怕跑步好悶啊。呢個純粹我自己感覺嘅啫。OK， 而家咧就去跑步嘅時候咧，就會就住翻自己究竟舒唔舒服嘅情況，就即係如果跑攰咗咪行咯，行翻個人係舒服翻就跑咯。咁啱，其實好隨心嘅，對呢啲可以係我哋唔係要做跑手啊嘛。咁而家咧個身體咧消咗腫咯，大概2個星期輕到1 kg， 咁呢個咧反而係正常啲喎。2個星期1 kg 係幾正常咯。我哋感覺到你嗰個能量缺口應該係講緊300至400度啦，應該係，因為呢個都係我以前大概嗰個進度嚟嘅。咁我覺得呢個健康餐都幾啱你喎。如果可以嘅，可唔可以喺度留言講翻你個健康餐大概有啲乜嘢嘢呢？同埋呢，多謝你呢個好詳細嘅留言，令到大家知道呢，究竟係健康同埋唔健康嗰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咯。好，有網友恭喜我，多謝你哋先。好，有網友呢就話佢用咗1-2個星期嘅時間睇晒我成個 channel 嘅片啦，覺得呢我就好有心機剪片啦，多謝你先。咁我流幾多汗呢都係值得嘅。解釋論文啦，好有 scientific analytical skills， 多謝你。因為我都係一個理科生嚟噶嘛，咁咧都係相信咧3餐均衡同埋咧運動係有用嘅。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唔係一個咧持續運動嘅人，好中意改變，咁唔緊要噶，咁可以今個星期做瑜伽或者下個星期做其他嘢，甚至乎隔日都冇所謂。咁佢就繼續講啦，如果隔斷食168、186高碳低碳日，高蛋白低蛋白日，可以點樣輪流運作，等身體唔好長期變咗低能量需求。嗱，其實都係冇所謂嘅，最重要就係你每日有冇一個能量缺口咯。咁同埋如果你嗰個轉變太勁嘅時候咧，你自己都會煩啲咯。但係如果你係呢一類中意轉變嘅人，冇問題。最緊要就係個能量缺口啦。咁好啦，因為咧佢就而家咧就係日日咧都運動啦，都有600，即係燃燒到600卡路里嘅食物，冇乜特別點去計。其實可以計下咯，因為你既然你要 plan 咁多轉變，你就要計噶啦。不過我就冇唔舒服啦，冇脫髮啦，冇停經啦，好開心啦。咁個赤字會唔會太大呢？因為咧你而家係冇計到你食物。其實你係食咗幾多嘢？無論你係168、186高碳低碳低蛋白高蛋白，咁究竟你其實係食緊幾多嘢咧？嗱，如果你咁樣轉嚟轉去呢，即係話你真係要每日計㗎喎。咁但係一日都唔計呢，就完全唔知啦。所以就comment 唔到。但係首先你嘅運動係咪真係有600卡路里咁多呢？日日喎。然之後你嘅飲食係食緊幾多呢？兩者係咪平衡咗呢？就算你每日運動有600卡路里都好啦，但係可能你食好多嘢，咪平衡咗咯，兩邊咪咁。所以呢，就如果你嘅意思係想保持一個平衡，咁係冇問題，冇唔舒服，體重冇變 keep 到，咁就冇問題噶啦。但係如果你話我係想去減肥嘅，就一定要計過究竟你而家係食緊幾多嘢咯。如果唔係呢，就比較難啲，即係俾一啲 feedback 你。反而我想知道30歲嘅女性可以點樣利用荷爾蒙嘅變化。其實30幾歲係非常之年輕咯。咁照計荷爾蒙又未去到話，即係你話更年期啊嗰啲嘅轉變。當然我哋唔希望我哋嘅荷爾蒙會喺度轉變啊，可能會影響你嘅心情啊咁樣。配合適當嘅運動同埋飲食去快速減肥。其實如果你可以有每日做咁多運動呢個條件呢，要減肥絕對係好容易。爭一樣嘢就係計數，
係啦，其實你做齊噶啦，就係揸一樣嘢計數，咁你呢就會減少好多疑慮。嘗試去翻我嗰條片度計一計啦。好有網友呢就話2年前就用咗168啦、47或者係72小時嘅長斷食啦、生酮飲食啦，同埋早上運動呢，就係3個月裏面呢減咗70磅。哇，好犀利！你點樣減嘅？同埋究竟每日係食緊啲乜嘢嘅呢？我都係好擔心啊！見到呢啲咁誇張嘅磅數，咁因為呢頭髮嘅關係啦，即係甩頭髮咧，應該係就停咗啦。唉，咁你真係要停啊！呢個而家嘅體重增加咗15磅。OK， 我相信佢意思係即係個3個月之後停止咗，咁在2年之後嘅今日呢，就呢2年增加咗15磅。我覺得因為你之前嗰個即係雖然係2年前啦，其實當時嗰個行動呢係太過激進咯。減低70磅係好，但係3個月之內，咁呢個呢都係幾驚。即係我會幻想到你當時呢一定係食得好少嘢。Anyway 啦，已經完咗啦，同埋講緊2年前，我相信呢你而家個身體呢已經係逐漸恢復翻咯。雖然係增加咗15磅，但係其實你都整體上呢都係瘦咗好多咯，唔需要擔心呢個增加咗15磅，因為只不過你之前係太 aggressive， 而家身體用咗2年時間去康復翻啫。咁多謝你呢個分享啦。我諗由今日開始呢，你就係食翻一個平衡，繼續保持住啦，同埋1日3餐啦，咁樣會容易啲去控制。希望呢你嘅脫髮問題呢都係停止咗啦。如果有其他疑問嘅，可以喺呢條 thread 度呢補充翻。好啦，另一位網友佢就話呢，佢用咗2個月，由178磅減到158磅，哇，減咗9 kg， 2個月喎，就係靠改變飲食。當然改變飲食係我永遠鼓勵嘅嘢，但係留意翻，千祈唔好節食嗱，冇任何運動，即係你食得好少咯。咁而家咧去到一個平台期，就係用呢個168每日2餐嘅。咁我相信呢，你而家遇到嘅平台期係好正常，任何速度嘅減肥咧都會有遇到平台期嘅，尤其是你係減得咁快咧，咁身體咧係做咗個代謝適應，咁可能你呢個平台期咧都會比較長都唔定嘅，咁要有耐性，但係千祈唔好因為要衝破呢個平台期再食少啲，你應該係當還原基本步，就因為既然你已經有好嘅成果啦，首先你個心理壓力已經係放低咗先啦，已經達到一個目的。你而家要做嘅就喺呢個平台期保持翻你應該要有嘅飲食，計一計你而家新嘅體重158磅，當然輸入埋你嘅運動呢，去計翻每日嘅能量所需，跟住根據呢個能量所需呢，你食少200至到300卡路里，因為你而家個身體呢係做咗一個代謝適應。譬如如果你而家用158磅去計翻個新嘅 TDEE 係1800卡路里咁先算咯，咁你應該呢係食翻一個200至到300卡路里嘅能量缺口，1500卡路里嗱，呢個呢係唔會幫你減肥，只係平衡到嘅啫，因為身體代謝適應咗，佢就唔會跟計數機嗰個數字咁高噶啦，佢會低咗嘅。直至到幾時先會停止呢樣嘢？身體會識得將自己嘅每日能量所需去翻應有嘅1800呢，就係要靠休息咯，同埋時間。咁所以你呢個平台期呢，可能都會比較長少少，可能係講緊2個月都唔定。咁亦都視乎翻你嘅年紀啦。我相信年輕人呢個平台期呢係會短啲嘅。總之重新計個數字，同埋呢，根據嗰個數字去減翻低少少，因為你個身體暫時係唔會根據計數機個數字去做嘢嘅。體脂應該幾多先啱？身高體重？你問我身高體重，即係你自己嘅身高體重咩？OK， 如果你好需要一啲指標，你可以喺Google Search 度揾翻，應該係好容易揾到噶啦。我哋呢位網友就話呢，睇過純素食嘅其他嘅 video 啦，咁就餐單啦，同埋 supplement 之後呢，我可以武斷認為呢，絕大部分嘅素食者呢都係有少少營養不良嘅。其實喺呢個素食呢條片度呢都有講過，係會缺乏咗一啲營養。
亦都有唔少嘅素食者咧係需要食 supplement 去補充翻嘅。我都輕輕有解釋過啦。其實有時素食有啲人士可能佢覺得咁樣係健康啲啦，或者係對一個生命嘅一個保護啦。亦都咧有一啲部分嘅人士咧，可能係之前許咗啲願望啊，而又實現咗，咁可能佢就譬如逢禮拜幾佢會食齋，咁都會有，或者係以後唔食某一種食物，咁都係會有嘅。咁所以即係我諗任何嘅選擇都係值得尊重嘅，背後一定有佢嘅原因咯。咁如果你身邊係有朋友係素食，而又有一啲可能營養不良嘅情況，咁或者可以推薦你食翻啲 supplement 啫。咁有需要嘅問翻醫生、營養師，可以食翻啲乜嘢去補充翻。咁呢位網友呢就話睇咗我嘅片，就依家呢 lunch 之後呢就會去行30分鐘。咁的確呢，即刻食完飯之後呢，去散步係會好有幫助。咁差唔多每個星期呢就已經減咗0.2 kg。嗱，你唔好睇呢個0.2 kg，其實一個月呢就差唔多1 kg 啦。同埋呢位網友可能佢本身呢未必係一個大體重嘅人士。另外呢，就係佢做嘅係咩？就係 lunch 之後去行30分鐘啫，冇其他劇烈嘅嘢做過，就已經好溫和咁樣啦去減到一啲體重啦。不過有一個星期呢，就飲咗3杯有奶嘅咖啡，就重咗0.5 kg。嗱，當然奶係會有佢嘅脂肪喺度啦，咁又未至於呢係咁嚴重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我覺得我係中意飲齋啡，咁就飲翻齋啡啦。同埋呢，或者你可以試下呢，唔需要太過即係緊張每日嗰個體重嘅變化嘅，喺一日裏面呢都會有都幾大嘅浮動，可以有1-2 kg 嘅浮動都唔定嘅。咁所以就可以放鬆啲，每個星期去磅一次重啊咁樣咯。咁另外呢，就每日飲1.5至2 kg 水啦。用脂肪磅呢，成日都話我有48% 嘅水分，咁唔知有咩飲水嘅方法係好嘅咧？其實你呢個48% 嘅水分呢，我覺得比較偏低添。佢嘅人體應該係有60-70% 係水分嚟嘅，但係如果你飲食唔會係好多鹽分啊，或者係加工食品嘅話呢，基本上就個水分方面呢，就唔會有太大問題。當然除非你有啲特別嘅身體狀況啦。咁所以嘅分量1.5至2公升呢，其實都係好 OK 噶啦。保持 lunch 之後去步行啦，同埋飲水量足夠，咁已經係應該係幾唔錯嘅一個健康生活嚟噶啦。咁如果你有其他疑問或者唔明白嘅地方呢，可以再喺度留言。係有好多時，如果係一啲 faceless 嘅 video 呢，都會俾人以為係一啲 AI 聲。咁我諗呢條片應該你唔會覺得太似 AI 聲啩？或者我而家嘅剪片嘅技術咧都係比較一般啊，所以有時可能有啲聲音去斬嘅位，同埋我主要係有 filter 咗一啲背後嘅 background noise 啊，咁所以呢度可能令人哋覺得後面係太靜嘅時候呢，就會好似好 artificial 咁啊成件事。我哋就依然係去到3個星期，希望咁呢條片呢可能有少少馬拉松式都唔定。好，呢位網友呢就問。請問更年期嘅女性係咪難啲減肥？以前由128減到99，用咗9個月。最近農曆新年日日出去食嘢，肥翻6磅。而家就努力咗，少咗外出飲食，都好難減翻去到99，維持喺104、105左右。我身高呢就係155。咁康文署個榜咧就話我嘅身體年齡係同齡，即係身體年齡同自己實際年齡咧係一樣。理想就係要比實際年齡輕。邊個話嘅？跟翻自己年齡咪得咯。佢話我身上嘅肌肉少，咁啊練翻多啲肌肉咯。之前都講過啦，最重要就係保持肌肉。更年期嘅女性係咪比較難啲減肥？新陳代謝點解會慢咗呢？其實你自己都講咗，你因為你嘅肌肉係比較少。試下練翻肌肉啊！咁基本上呢，其實你都做得好好啦，去到100幾磅呢個都係好多人羨慕嘅體重嚟噶啦。其實同埋你話你想呢係減到99磅，咁其實都係相差個4-5磅，唔需要太執着嘅。其實可能你好在意嗰個數字啦，就係可能
嗰個心理關口就係100磅啦，但係其實外人望埋去呢係睇唔到嘅分別咯。最緊要係健康啦，咁同埋你練肌肉呢，個人係會健康咗，亦都可能呢會重咗，因為肌肉呢都係會附有一啲重量噶嘛，咁唔好咁介意嗰幾磅嗰啲咯。好，跟住呢位網友呢就話一邊做運動一邊聽我嘅 video 啦，好有動力，好 hyper， 係咁太好啦。咁呢個 video 一定啱你啦，因為呢個 video 裏面呢係總括咗好多網友嘅留言啦，佢哋嘅成功例子啦，佢哋嘅故事點樣由唔健康變到健康啦。咁的確呢係好有鼓舞嘅作用，一路聽住一路做運動啱晒啦。多謝你呢個留言先。好啦，跟住呢位網友呢就話睇完我嘅片之後呢，就由3月份啦係開始每日都做30至到45分鐘嘅瑜伽，再加埋均衡嘅飲食，但係呢 unfortunately 呢1磅都減唔到，可能更年期嘅影響。但如果你純粹係真係幾句說話嘅話呢，咁應該你係未計過你自己係食咗幾多嘢，可以由今日起真係好老實咁樣企低每食嘅一樣嘢，包括煮嘢食落嘅油，同埋如果你出街食呢，你試下今日呢就係叫外賣，跟住呢隨你嘅自己嘅心意，即係我以乾炒牛河為例啦，或者你食其他嘢啦，隨自己嘅心意去食，總之食開你平時會食嘅份量，然之後去比較翻你係食咗幾多 gram 啦。如果係一啲常見嘅食物呢，其實喺嗰個 cfs.gov.hk 嗰個網站呢，我曾經有個 video 介紹咗咧，應該我喺呢度都有留低嗰條 link， 你睇翻嗰個自己做自己營養師嗰條片啦，咁對面呢，就全套勸教晒你點樣用嗰個 tools。 係嘅，你要用一啲時間去適應嗰個 tools， 可能你要計幾個鐘都唔定，但係呢幾個鐘係令你一發現咗好多新大陸嘅。你會清楚知道究竟你每日食幾多嘢。我第一次計嘅時候呢，即係講緊好多年前啦，都嚇親我自己。原來我嘅總能量啦，同埋脂肪呢，都係多出一截嘅。當你清楚知道你每日係食幾多嘢，然之後比較翻你嘅 TDEE， 究竟當中有冇一個能量缺口呢？如果冇呢，就係即係代表話能量平衡啦。咁呢，都有個好處，就係幫你維持體重唔會增重先。咁如果想減肥，就要加翻一個能量缺口上去啦。好啦，呢位網友呢就建議可唔可以揾一集講下中年女性嘅減肥方法。咁希望上個禮拜嗰個，應該上2個禮拜啦，嗰個中年8福嗰條片呢，可以俾到一啲啟示大家啦。咁自從睇咗我嘅片之後呢，就開始呢早晚各做20分鐘嘅 stretching yoga 啦，咁非常之好啦。咁都係呢，過去就做咗個幾月啦，就成為咗習慣啦，非常之好。你成功咗建立到自己一個好嘅習慣。而家呢，就開始每個星期急步行30分鐘，2至3次。咁我呢個都係一個即係 additional 嘅運動，甚至乎你可以將佢同瑜伽去即係交換咁樣去做下，咁變咗就冇咁容易悶啦。咁但係既然你已經中意咗做瑜伽，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習慣 ，keep 住每日去做。多謝你呢個分享。係啦，當時就係問大家係想聽乜嘢先，咁同埋咧，你哋問嘅問題咧，有時都會俾到一啲靈感我咧。究竟即係嗰啲片集應該做啲乜嘢嘢？咁我就可以咧快啲推出大家想睇嘅影片啦。不過有一次咧，我就問大家想唔想聽減肥障礙，但係留言嘅人呢太少，咁所以我諗大家未必好有興趣。不過我記得我好似喺某條片呢都有講過點樣應付呢啲情況，就冇專登去做一條片啦。咁所以呢，真係想聽嘅題目呢，就記得一定要留言。我唔敢講你留言嘅建議我一定會做，但係如果多人有類似嘅建議呢，咁我就會做噶啦。咁所以呢，唔好吝嗇你任何一個留言。係啊，冇錯，呢位朋友呢就話冇諗過佢嘅留言呢會喺即係呢條片度出現。係噶，你哋嘅，因為我就係好想回應翻你哋關心嘅事情啊嘛。其實當然我作為一個有減肥經驗嘅人呢，我知道大家會注重啲咩，或者擔心啲乜嘢啊，或者想知道啲乜嘢。但可能有啲事情呢未必發生喺我身上，
但係發生喺佢哋大部分嘅人當中都唔定噶嘛。咁所以記得留言話我知你哋關注嘅嘢。好專業嘅減肥頻道，多謝你。好啦，我應該呢就係答到4個星期啦，耶！咁我呢，好啦，睇下仲有冇其他嘅留言先。好，答埋呢一個先。請問下，如果唔食澱粉，只係食菜同埋肉，對身體有冇咩影響？我呢個都好似我之前答嘅其中一題啊。有一位網友話，如果係極低碳嘅，或者係應該係生酮飲食啦。不過呢，極低碳同生酮係有啲唔同嘅。極低碳呢就係極低碳咯，而生酮呢，除咗係極低碳之外呢，就係一樣嘢係要食好多脂肪嘅，因為佢就係要等身體呢學識用脂肪嚟到做能源，其實都會有影響。最主要就係你冇咗碳水，頭先都有網友提出就係會影響睡眠啦。另外就係個人係會比較容易啲燥啲嘅。咁當然啦，對同一件事情，未必每一個人嘅反應都係一樣嘅。所以呢，如果你好想試，但係又有啲擔心嘅話呢，我建議你都係揾營養師跟進處理咯。因為生酮飲食啦，或者係極低碳啊，有可能就係會令你出一個叫酮疹嘅嘢咯，係會痕會痛，嚴重嘅可能係需要食藥。咁所以咧，你有個營養師跟住一嚟，你個心會定啲啦，你會有一啲明確啲嘅指引啦。因為佢同你 face to face 啦，佢會知道你個狀況係咪適合做呢一樣嘢啦，知道你嘅進度去到邊啦，同埋呢之後好啦，當所有嘢一切順利之後，咁係咪以後長年累月繼續生酮飲食啊？即係話你要轉翻做一個平均嘅飲食呢？咁呢個轉變呢，都最好係有一啲人咧協助住你咧，係會比較好嘅。如果唔係咧，會搞到個身體係會比較亂嘅。因為你又同個身體講，你而家冇碳水化合物食嘅，你以後咧就係食脂肪噶啦。咁跟住咧，你又以後食脂肪，再去到同佢講啊，你而家咧就均衡3餐噶啦，可以食翻碳水化合物。呢個其實對身體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大嘅訓練嚟嘅。咁所以你身邊有一個教練，即係例如營養師啊，就更加可以幫到你手咯。我都想講呢，如果要減肥或者健康呢，都唔需要去 take 一個咁大嘅 risk，要身體陪你做一個咁大嘅轉變，而係保持翻均衡嘅飲食，最主要戒掉超級加工食物同埋添加糖嘅食物，已經係幫助到6至7成噶啦。另外話食多啲蔬菜啊，嗰啲再更加上得益彰啦，再做多少少運動就搞掂噶啦。好啦，去到呢個時候冇乜特別嘅嘢啦。減肥障礙，唔好意思啊，因為唔夠 message 令我去出一集。其實最主要，我覺得保持健康減肥其實係好個人嘅。可能身邊有一啲朋友呢，覺得健康飲食係一件好辛苦嘅事，點解要咁慘啊？點解唔食呢樣啊？點解唔食蛋糕啊？點解唔食啲薯片啊？總之同自己講或者同對方講，我係一個唔食零食嘅人。好啦，去到1個月啦，咁呢，我就一次過喺呢個 video 回應翻大家喺過去1個月嘅留言。咁當然啦，當中有好多係鼓勵我嘅留言，咁唔好意思，可能我未必可以喺度呢每一個咧都讀出，主要呢都係集中喺一啲有問題提出嘅留言，因為我希望呢嗰啲問題同埋答案都係可以俾到更加多嘅朋友去做一個參考。好啦，多謝晒大家，咁今集呢的確係好長，大家如果有其他嘅意見，想分享自己故事，不妨喺留言區度寫低，繼續話我知，繼續同其他人分享。今集我哋分享到呢一度啦，下一個星期繼續有 Rehealthia 陪住大家健康 keep fit 減肥，我哋下一集再傾過，拜拜。